大家好，我是家辉老师，今日要来分享阿莲失足记这篇我家己写的台语小说，台语短篇小说。好，安尼咱就开始哦。某诶，阿莲毋知去倒位啊，哪会找无人啊？阿爸打电话甲因某讲，真正借着去。我嘛毋知影，敢是走去同学因兜做啥物歹代志，毋甲转来哦。我看是惊互恁骂。阿母嘛咧烦恼，毋过伊嘛惊查某囝互因老爸屎干诶。好啊，即摆拢几点啊？得要11点啊，先困，明仔载才去找人咯。阿母得甲阿爸赶去困，伊讲伊会斗想办法。阿莲因老母即暝先住伫因小弟诶厝，明仔载才去找人。过顿工透早，天还未拍曝光，阿爸就款款诶，要去找伊诶查某囝阿莲。但即个时阵，阿母嘛起床，要去看阿莲走去倒位。后早我踮厝里等伊转来，才做伙去找，好无？阿爸透早就敲电话互因某，讲要问伊安怎较好。翁仔，我看咱先分开行动较好，免等我哦。我会想看安怎才好，你去伊朋友遐问一下风声。阿母讲甲先少有把握。好啦，我去姨妈遐看卖，后尾就爱去报案啦。这个囡仔实在是，迄个阿莲因为看着伊好朋友遐有一支足水的笔，看着就真介意，就偷偷甲迄支笔偷藏起来。伊好朋友发现伊心爱的笔无去啊，就借着去问阿莲敢有看着，伊应讲无看着。安尼是要对倒位找去咧？阿莲好朋友号做阿峰。伊是一个囡仔着的人，毋过阿莲应该袂安尼做才对。伊就去问有看过迄支笔的人，毋过安怎问就是无人知。阿莲知影，但一摆啊，毋知安怎较好。阿峰嘛甲因阿爸问过，因为伊嘛互因阿爸看过。过摆惊因老爸发现，就伫外口遐啰嗦，要走去伊的朋友的厝，伊伫遐毋敢转去。即几工，大家拢伫找阿莲，因阿爸透过伊的朋友知影阿莲伫倒位，就赶紧甲因某讲。阿爸徛咧，毋知徛偌久才到。伊徛起阿米甲伊报的住址了，就伫遐发休讲：有人伫诶无？阿莲，阿莲敢有伫内底？你是一个囡仔走出来，伊三无赞讲：有啦，你是啥人啊？阿爸本得摇头甲面。即摆听着阿莲伫内底，会当看着因查某囝，就足欢喜啊！阿莲听着阿爸发休声，就惊甲皮皮喘，因为伊惊阿爸甲伊骂。迄个时阵，阿爸入来即间厝里，看着失踪几若工的阿莲，就安尼目屎淋落。伊讲：阿莲，我的宝贝查某囝，阿爸足想你的，来，阿爸载你转去。阿爸心内想：即个囡仔毋就是做啥物代？才无转来厝，我袂当伤甲骂。阿莲互阿爸知，伊心内底想：即声阿爸一定会问我做啥货，我要安怎讲呢？回到厝里，阿莲看着阿母坐伫厅头，头面无盖好，一声好啊。阿爸看着因某面相无好，就生气，叫去伊边仔细声甲问：你是安怎失踪？阿爸虽懵无补，毋过尽量会达成你的心愿。因为我家己你一个囝尔。阿爸开嘴讲了，阿莲连面就哭出来。阿爸冷条条讲：阿爸，你真是会要互我？阿爸应讲：真正啦，我遐听你，你毋免讲遐多啦。阿莲甲阿爸讲：阿爸，一世咧，我甲阿峰的笔藏起来，害伊找无。我毋敢甲伊讲，嘛毋敢甲你讲，心内实在足艰苦的。你哦，来，我甲你讲，你偷偷甲迄支笔甲你要回失的字条写写咧，甲伊放踮因兜的门的下面就好。你试看卖好无？阿爸讲的话，阿莲感觉阿爸毋是伫甲骂，是伫甲教，就无遐尔紧张啊。阿莲照阿爸讲的就去做，一个礼拜就接到阿峰的电话，伊讲：你遐尔介意，就送互你。你毋免用藏的啦。阿莲感觉伊家己毋对，嘛无
搁甲阿爸也是阿峰讨啊，知影伊身躯边诶人拢对伊真好，嘛无搁反啊。阿莲自即件代志了后，伊就决定要帮助足侪人。伊大汉了，做一个心理师，造福大家。翻转伫台湾正线第55期，2009年7月份。好，老师想要讲者吼，我即篇文章呢，即篇小说呢，第一届呢是伫咧成大发表，就是阮台湾笔会办会迄落新册发表会，所以差不多要2年前啊吼，我伫即个成大发表。啊，其实即篇文章我已经是伫咧4年外前，差不多4年半前写。啊，老师偷偷仔甲大家讲，迄个时阵我还袂考过中高级别，我只是想讲，我要甲我头壳内底有诶故事写落，想要写一篇无共款诶故事，因为古早即个文章啊、小说啦，吼，也是一寡报纸刊诶物件，拢应该拢较重男轻女嘛，吼，拢会写要生查某囝啊，吼啊，查某囡仔安怎，啊，我想要写讲即个故事呢，因为我写，所以我家己通决定，所以我决定讲，吼，即个翁仔某伊担一个查某囝，爱真足疼伊，吼，就算讲是查某囝，伊嘛照常足疼，就像我诶阿爸足疼我安尼。阮兜嘛无查甫囡仔。就是阮阿爸母当生我甲阮小妹嘛吼，啊所以我认为这是阿爸对我诶爱，所以我甲即个爱嘛写入去即个小说内底。啊，因为较早诶作家文章当然写了嘛是足好，啊毋过一般来讲，因拢会甲查甫诶地位放咧第一，所以我即马即篇小说呢，甲查囡仔诶地位放咧第一，就是讲，虽然伊生是查某囝，查囝啦吼，啊一个尔，啊毋过嘛是足疼伊诶。虽然伊细汉毋捌代志，甲人诶物件藏起来，比藏起来嘛吼，啊毋过呢，伊嘛是阿爸嘛是用耐心、爱心来教伊诶查某囝，互因查某囝感觉讲足甘心诶，伊阿爸无甲骂，变倒甲伊好啊教，啊所以伊安那伊大汉啊。做一个心理师呢，安尼嘛是诚好、诚美满诶代志啊吼。所以呢，我感觉即篇小说，这就是我要互大家知影讲，即个教育啦吼，即个我要写一篇有关教育诶，而且就是查囡仔着要提升嘛，所以我甲伊写讲，伊当一个查囝呢，吼安尼，好啊，即张相片呢是金华老师甲我翕诶吼，OK。安尼就是要甲大家分享诶。好，安尼多谢大家收听，咱后摆再会。